已经连续唱好几天了。今天其实感觉好像状况不是最好的，喝酒喝太多了，对不起，酒嗓。然后，当然前几次表演也都讲说，今天是要特别为了要让那些就是有朋友想要去认识都兰，然后拉铁粉之前的进去部落之前的行前训练。那可能在表演过程就慢慢的给释放一些消息，应该说讯息，就是对部落的一些基本的认识。那如果现场啊，你们有任何的疑问啊，就是我们不要把部落的祭典想象的太神话，我们活在当下，那些人不是神仙啊。那你有什么疑问啊，你可以举手问，但我不见得每个都可以回答，我都用歌声。带过，刚刚唱的都是比较像是，我自己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，可能熟悉我的朋友大家都有听过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实验看看，唱一些我流传在部落的一些歌曲，然后也是我早期一些开始接触，然后写一些以原住民为题材的一些创作歌这样。但你也知道早期写的都比较深色一点，比较像是高中生成功发表那种情况。然后有一首歌，我刚刚想了很久，这样，我已经太久没唱，至少超过10年。然后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，我成年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阶层的名字，就是叫拉千禧。知道我的应该都知道，我在读的乐团里面曾经写过一首歌叫拉千禧嘛。它前面还有一首歌的雏形，有一个雏形然后很深色，我也忘记那时候写的编曲是怎样，不过这首歌就这样传到我们部落里面，而且我自己再回去再听部落的小朋友唱那个版本我完全不认识，因为大家都自己加了添醋加了自己的想象然后各个形式变了好多种，我要好几个版本，然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部落的传统歌谣。那就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中文大家根本就听得到中文，就大家知道这个是近代的一些创作，然后这是我写给我们自己部落年轻人写的歌，然后加了一点点东西在里面，听听看好了。